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甲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。无啊，哎呀，小妹啊，吼，你有够好呆呢，吼，咱伫皇宫，尼好过无爱过，无代无一出来外口，你两个都要独独装，无这是创啥物货啊呢？阿姐，我毋是有讲过，阮是要出来探访民情，是你家己要地的啊。吼，你讲这啥物话？吼，毋过爱靠爱对路呢。主将袂使做皇帝，无风无浪，百姓生活拢无问题。日头食毒毋是假，咱紧回宫，若无我这个水水面会拍甲面烫皮。拄则叫你唔通对，你搁生气加插牙，行无三步就化退。你以为咱是来世家？丁真诶，你若感觉忝，要无咱就住遮小休困一下。哦，休困搁较好啊。吼，你看，哎哟，这个天气有够漚热啊，你知无？吼，是讲哦，嘿，这若后尾种我炒饼来食吼，哎呀，这真正烫心了，有够好的呢。哦，哦，哎呦，那用咧变天啊？你看嘛，你看，哎呀，那是不是啦？咱即马才讲要食饼尔，炒饼随到位啊！你看，好够赞啊！阿姐，这是咧落雪呢。落雪，多奇怪，六月天的落雪。奇怪，6月飞雪，哪会安尼？皇上，袂使啊！哎，丁真诶，爱妃，你两是安怎？我是上主，我是上主，救命啊！嗨咯！爱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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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哪走？爱妃，爱妃，你无安怎？你嘛无安怎哦？无啊，规场好好，当作无去甲，当然嘛无安怎啊。皇上，你可能是伤忝，才会面盲啊。对啦，你是梦着啥？皇上啊！老花想啊！啊啦！哦，你毋拢无困呢？嘿，你来这是暗暝我斗闹热啦。阿姐，嘿，唔通对老相主无礼貌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娘娘啊！顶真个就是安尼啊，见着我就要甲我答，伊若无甲我闹开两句啊吼，伊就感觉无义娘啦。无要紧，要答等下再答。我有代志先甲阿英讲，你听听。来，嘿，皇上，保持善事，今日来有甚物代志？我了解。6月飞雪，落地是冻，东南风是怨气冲天，是讲老百姓
有冤需要皇上你去伸冤。嘿嘿嘿嘿，无啊，嘿，老伙想啊，安怎？好，啊你是查有影呢，老反等啊呢，你讲的啥物话啊？人过天既然会落这个雪，好，啊你真正骗牛袂食当水，你知？敢若鬼袂食水，牛袂食脏水。嘿，阿我讲互你听咧较紧啦。你讲，冬天西冷水，嘿，冷暖心内自知。安尼你敢听有？我嘛听无。你若听有，我就唔免讲啊。嘿，伊听有就好，我咧无用咧，我要搁等下困，食忝。阿弥陀佛。安尼，皇上，你拢落去，我要好好想者。皇上，你明仔载还阁爱早调，唔通伤忝，较早休困。6月为息，东南风怨气冲天。好玉说，莫杀亲夫，请至秋后问走。这案分明是有稳证，但是我已经派人去调查，为什么拢无消息？这。心妙，心妙，明明就约束伫遮见面，哪有看到人？心妙，哦，哎呦，心妙，我呢毋是派你来遮调查白兰花的案件，为什么你今日来这里食凉饭？在下一起疏忽，才让人绑伫咧遮，属下失职，请皇上治罪。好罪之有，紧起来。心妙，这出定是微服出境，对即马开始，你免叫我皇上咯。微臣遵旨。你搁遵旨，是。但呢以后，我就称呼你萧公主。我就叫你林彪林捕头。你在这里。小等者，我都已经是用判死刑的人啊，你何必搁安尼提醒我，糟蹋我咧？相公你会死，我就是来救你。也毋过你是官府的人呢，你是要安怎救我？你莫阁问啊，等下若到城外，伊若看到这支兰花标，自然会送你离开。兰花标，你是白兰花？我知你是冤枉的，你还是紧走，才袂出代志。什么？白兰花，你插死人花，什么所在走会去？林捕头，想要甲你有赤拍死？兰花，我看你乖乖束手就绑。看你相貌堂堂，叫人来做艺能的走狗。点解？你真好大胆，你为非作歹，我就是要掠你这个肥产。小公主，你要安怎？不要紧，相对。是。奇怪，对来到车，哪无看到人影？一定秘在内面，来去找。皇上，小等，你看，桃花坞英人止步，无毋对，应人之步，善立假死。阿姊，因是啥？你无阮讲恁头出，这我来应付就好。姑娘，你是？你免问我是啥，我知影你毋是超工来这个所在，所以恁赶紧离开，才袂无名。阮若无掠着灰杂白兰花，阮是绝对袂离开。是真好大胆，看招！原来你会晓武功，无怪
喂，你敢这么大声讲话？我问你，今日白兰花是要创啥物？白兰花借着救世的名义，为非作歹，扰乱地方，当然爱抓。政治若是清明，民心自然安稳，百姓就会过着安定的生活，自然就袂有白兰花这人出现啦。哦，原来恁是共党的，莫怪白兰花会走来恁这个所在。欲加之罪，好犯无事，这是一般做官一贯的作风。对。无呀，人伫咧讲掠贼在庄，万无证据，真歹势，以为骄要人哦，过是。二弟，敢讲白兰花伊是一个异才？我来这个所在，听真侪人咧讲，讲若是有机会，拢要甲伊交陪做朋友。白兰花伊的行动非常的神秘，今仔日若毋是巧合，咱根本就无法度拄到伊的本人。也若安尼讲，咱是头一个看到白兰花面貌的人。无毋对，讲起来实在真闹气。我奉着圣旨来追查伊的下落，这嘛是我头一摆拄到白兰花。哦，叶报道，叶报道，管头爷爱你明仔载去家门一座。啊哈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哈爱分手。声若好才有好，因的招牌。林阿彪，你也真好大胆，敢用知府大人的名牌来骗本官，将好玉雪死冤劫走啊！哈！大人，请你唔通冤枉我，迄是白兰花冒用我的名义劫走人寰，请大人明察。啥物冤枉你？人会价钱的，啊，这名牌会价钱？哈！我即摆已经请示知府大人，假使讲你也无将要犯倒出来，我绝对无了下你。大人，请你听我解释。你甲我听去，来人啊！是。好厉害！官爷，你是啥物人？敢来本地这业务王位啊？哈！官爷，林彪确实是无辜的。无辜的，是毋是无辜的？本官爷会晓处理，莫非你是共党的？哈！大人，卖啰嗦，来人啊！来，两个拢甲掠开。慢些。哼，我怪白兰花伫咧讲，做官若清明，百姓就会当安居乐业。伊今日都毋免打扮义察出来。果然你是共党的，来人啊！甲掠开。是。小妹嘞，小人敢动手，看牌嘞！啊！大哥有牌。大哥。不要！小哈开始。小哈开始。你小哈早开始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拢是我比喻嘞。我跟你讲，叫大路退啊，去进来追，紧地。紧咯。你不要紧无哈？叫伊起来，好。做啥物管官？你目睭无像安尼知无？苗得势，后袂得势，你唔知伊是咱当今的好。认真的啊！歹势吼，叫人赶紧啦！差点我闹开你呐呢！起来啦！起来，起来无了。大人啊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唔免甲我说多谢啦，我甲你讲呢，你若是去得失着咱这阵土地公啊，恁兜啊，我甲你厝拆，家啊招啊，咱连甲你半招，你知影无好？我知。官爷，白兰花的案件就交代阮处理，以后你唔能怪罪恁波头。是，正面。小姐，请问你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白兰花嘞？姑娘，这个所在是桃花坞，要若白兰花有代志出去，叫我就爱好好照顾你。这边哪会用你啦？我是一个死犯的，我若留踮遮，我会牵连恁啦。姑娘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转去关衙投案，安尼才袂去害着恁啦。姑娘，你敢知你若离开这个所在，转去投案，反倒转来会连累到白兰花，你知无？袂啦，我会甲因讲是我甲你偷走出来，甲恁无关系啦。姑娘，阮若敢做，
都唔惊讲有啥物后果。白兰花，伊就是当成你的做母，才想讲要替你洗清你的冤枉啊。姑娘，请问你贵姓？我叫做萧素琴。姑娘，你着安心啊住落来，阮一定会想办法洗清你的冤情。多谢萧小姐。素琴，阿姊，你敢知你安尼去做，会误咱的大事啊？阿姊，小宴登记了后，即摆大家百姓拢过得真安定啊。免哪有安定啦？可是讲小燕，若真正是有道明君，那你呼叫出来，先怎会互冤枉呢？迄是官人的品行无好，甲小宴有啥物关系？以免伤过。伊是皇帝呢，伊放任伊的部属来欺压良民百姓，安尼敢对？阿姊，我听人咧议论讲，小宴登记了后，伊严肃贪官，整治政风。莫用讲啦，小燕是靠遐个人才会登基做皇帝，伊免哪有可能来对付伊的功臣呢？阿姊，好啊，咱莫讲即件代志啊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真怀疑。昨啊，来咱遮闹代志迄个人，伊的面容，甲我记忆中的小燕是生得十分的亲像。咱即摆上重要，要先查清楚伊到底是啥物人。假使讲伊若真正是小燕，咱一定要马上将伊除弹掉。啊，讲是讲准爱。好，迄个官人受够苦的啦，愈想愈气。胡主仙啊，咱即摆吼爱会起笑起笑的啦。袂用这啊！好玉雪甲白兰花的代志，还未查清楚真相，咱暂时莫甲顶打。无喏，你毋是讲过，你有看到白兰花走去个桃花坞，咱就对遐下手就好啊。袂使袂使，我有听人咧讲，讲桃花坞这个所在自清朝开始吼，就是一个禁地，任何人若是黑白入去，就会无性命通去出来。你讲个笑话，迄是较早的规矩呢，即马是无共款啦哦。你会知影讲哦，阮即马吼皇帝袂使是咧做皇帝呢，所以讲禁地无禁地，拢总爱改除。对即马开始哦，爱重新计划，安怎来做才是理。你有所不知啊！天下初定，民心未安稳，事事项项拢爱顾中存。早暗天下会起冤魂，咱先调查因的身份。这什么？是不是写来回标呢？今夜3更，写我10里铺，单身一件，白兰花。白兰花，白兰花人呢？你先甲我讲，你是毋是小燕？还有，你来阮这所在到底有啥物目的？应该是我的问题。白兰花约我一只咧见面，是安怎反倒当你伫遮出现？敢讲你是白兰花的共党？这甲白兰花一点仔关系都拢无，是我无用伊的名约你来这所在。你上好是坦白讲，也若无，只恐惊你有命来无命倒转去。我甲你敢有啥物冤情？我看你的面貌以及你的风度，跟我印象中的小燕是十分的亲像。要是讲你也真正是小燕，那安尼你甲我就亲像来分。姑娘，你是你牛骹掌也数出来，小燕，你找死！班长，将话讲个清楚，到底你什么身份？哼，想要知身份，去问剑老啦！住手！什么人要见阎王，还讲知影？真好，假使讲你也想要找死，那安尼我就予你两个死做对，快点！哼，人无爱人三支死，绝不留人9支，你两个做去了咩？你去做去了，嘿，差不多你死去了哦，叔叔，你敢说你生性，你走，走，看你们走去倒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救
谢报纸上司来救啊！哎呦喂啊！我安尼好戏看一半，你安尼就甲我救回来，啊，当是啥物代志啦？报纸上司，我拄则梦到洪尚伊即马。我知啦，哎呦，这都劫数难逃，我嘛袂当逆天行事。报纸上司，洪尚有劫数，你应该去救伊啊！对啊，我爱救伊啊，啊，毋过救，这就无法度，这也做因果相交缠啦。迄个老的心嘛无能为力。天时运转有定律，6月飞雪有期曲，君王有心改命运，奈何上人下单独。目睭叠一粒沙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会变云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直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。